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古早讲不孝新妇三顿烧，有孝新妇颠倒过路游。即马时代无共啊，无论是新妇或者是查某囝，应该拢是三顿食外口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摇，读摇摇第五条。读摇这是读白音，摇就是叮当的意思，咱讲摇动。另外，下手表示组织甲记绝，咱讲是摇手。另外，狗仔尾溜咧叮当，咱讲是摇尾。也佫有过船啊，古早有人讲是摇船；标花啊，有人讲是摇花。另外，佫有一款会生钱的树，咱讲是摇钱树。买当讲是趁钱饲人的这个人，这个文音读做摇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摇路，这个意思就是摇动船路，互船向前。第二个词读做摇鼓浪，这是古早囡仔咧耍的一款铁佗物。一支棍啊，顶面绑两面鼓，摇线来绑设个细粒球，手若是一个摇叮当，就会发出声响。古早卖杂细的人，拢会用来画卖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一届水面嘉年华活动办甲特别盛大，选手拼死咧摇路，加油队河边咧弄鼓，囡仔看热闹摇鼓浪，场面壮观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摇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摇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